或者天气变化大是较高感冒，也是讲引起肺炎等等。所以台北市卫生所呢是来提示讲，这四大人呢就是肺炎并发重症的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建议这65岁以上的赶紧去做肺炎、流感，也有新冠疫苗。 天气渐渐变寒，也是高感冒的季节。季节转变，也是呼吸道传染病压起来季节。台北市卫生局讲，四大是肺炎死亡高风险族群，而且肺炎也是台北市10大死因排第3名。对民国111年开始到今，死亡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建议厝内65岁以上四大爱紧去做肺炎、流感、新冠这3种预防针。 先打13价，再打23价疫苗，所以中间要间隔1年。好，那如果说是高风险的朋友，他的话，他可能依照医生只可以缩短到8周。另外，医院高龄化，台北市卫生局也拍算结合外籍看护，也有长照资源，提供厝内有失智失能的被照顾者，更较周济的服务。 厝内有请外劳的家庭，会当卡1966专线，就当有专员去厝内评估，若是符合资格，也会当申请长照服务。那专业服务的部分是由专业人员可以到宅来指导我们的外籍看护工个别化的照顾技巧。 好，来提升他们的一个照顾技巧。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喘息跟短期的照顾服务。好，那当我们的家中有外籍看护工，他遇到需要休假，那可以来申请由我们的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来协助照顾。 卫生局表示，长照服务员会当协助外籍看护互相配合，亲像换药啊、洗身躯，互外籍看护休喘、短时间退休，也会当申请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互长照的服务愈来愈符合需求。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